来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，今日早起呢，伫这个市委行政中心宣誓就职交接典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一切简单为主。邀请的贵宾呢，差不多300个人尔。典礼开偌济，开62万。典礼结束后呢，就随上班。伫咧致辞的时，伊嘛承认讲时间是上大的挑战。不过，伊会以谦虚的心，根据市民的付托，好好建设高雄。尽忠职守。 报效国家。一身黑色的西装配着白色的靴子，高雄市长陈其迈伫市委行政中心宣誓就职。假如我们做得不好，在施政的过程里面不符合人民的期待，那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错误，立刻改进我们的错误，能够让我们的市政让市民满意。时间就是上大的挑战，陈其迈讲，伊会以谦虚的心。 要将市民的假梦放袂记的。在未来的2年，我们都必须把握每一分、每一秒，不要忘记市民的托付。这届就职典礼除了有防疫的考量，佮加上陈其迈希望赶紧就任，所以一切拢简单化。贵宾原来只邀请300人，若甲2年前前市长韩国瑜伫爱河边开300万来比，会当讲是6年以来规模上小的就职典礼。陈其迈伫咧签署第一份公文了后，嘛正式以高雄市长的身份展开头一个市长的行程，完全拢无休困。